你有冇成日都覺得自己嘅生活好似一早俾人安排好咗咁樣？每一日重複住返工、返學、結婚、生仔呢啲模式，但係你內心又感到無比嘅空虛。你覺得你好似點樣努力都見唔到真正嘅改變。好多時候，我哋其實係活喺其他人設定咗嘅劇本入邊，成為咗無意識嘅 NPC，而唔係自己人生嘅主角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可以喚醒你內在嘅力量，喺你從被安排嘅生活入邊跳出嚟，成為一個真正嘅超級玩家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你嘅電台主持人 Yanky Mac，我係一位潛意識導師，都係一位能量療癒導師。我會喺呢一個頻道同大家分享唔同嘅靈性小知識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！如果唔係，你劃走咗條影片就揾唔返噶啦。究竟我哋嘅人生係俾邊個操控住嘅呢？喺我哋成長嘅過程入邊，屋企、學校、社會嘅期望同埋標籤，成日都會無形之中塑造緊我哋嘅行為。呢個就係標籤效應。例如有一個女仔，可能因為年紀而俾人貼上咗剩女呢一個標籤，好似呢，單身就係失敗嘅象徵。而有好多人呢，就被教育你一定要揾一個對象結婚生仔，咁先係啱噶。但係其實呢一啲標籤都會令到我哋選擇嘅時候變得太過狹窄，甚至乎唔敢追求自己真正想要嘅生活。呢一種其實係一個無意識嘅狀態。當我哋過住呢啲俾人設計嘅日子入邊，就好似電影《楚門的世界》入邊嘅楚門，佢時時刻刻都俾人監控住，被人安排，甚至乎佢失去咗對自己生活嘅掌控。但係真正嘅問題在於，你係咪夠膽打破呢一種無意識嘅生活模式，開始設計自己嘅人生呢？舉個例子，有一個女人，佢大概40幾歲，佢呢喺屋企啦，同埋工作都忙到傻咗，而且呢，佢成日都覺得個內心好似好空虛一樣，覺得佢嘅生活呢好似不停喺度重複緊佢嘅劇本。於是乎，佢開始懷疑，究竟呢一樣嘢係咪真係我想要嘅嘢呢？於是乎，佢就好勇敢咁樣邁出佢嘅第一步，開始追尋佢自己嘅熱愛嘅藝術啦，同埋投資嘅夢想。開頭呢，其實佢係遇到好多嘅阻力，但係最後佢仍然堅持。最後呢，佢唔單止揾翻佢自己嘅自信，之後呢，仲有好多嘅收入來源。去到呢度，你覺得你想繼續做 NPC，定還是成為超級玩家呢？所謂嘅 NPC，即係非玩家角色，佢哋只係做旁觀者，佢哋按照住設定動作運行，而超級玩家呢，就係掌握主動，自己編寫遊戲規則，而 NPC 一直都係處於無意識狀態。好多時候，我哋做人因為害怕將來嘅未知而固守現狀。心理學家同埋科學家一早已經證明咗，原來我哋嘅大腦淨係會了解自己既有嘅經驗，當要面對全新嘅局面嘅時候，佢呢就會產生防禦同埋抗拒。就好似愛因斯坦喺講解量子現象嘅時候，佢都有提過，觀察同埋預期都會影響個實驗結果。我哋嘅大腦都成日都會預設你突破唔到嘅舒適圈，而打破呢一種模式係需要無比嘅勇氣，仲需要你轉變思維嘅模式。好多成功咗嘅朋友，其實都係喺迷惘之中得到咗重新嘅機會，因為佢開始有意識咁樣篩選外界對佢嘅聲音。
唔再輕易咁樣接受人哋幫佢設計嘅劇本。喺呢一度，我將會同大家分享3個方法，幫助你由 NPC 變為超級玩家，真正咁樣掌握自己人生嘅劇本。方法1：覺察同埋重構你嘅內在信念。當你開始注意到自己成日都係重複嗰一啲負面嘅諗法嘅時候，你就要開始問自己，其實呢啲信念係咪真係我自己㗎？定係其他人灌輸俾我嘅呢？其實我哋可以喺每一日留一啲時間俾自己，寫低我哋一啲內心嘅獨白，將嗰一啲我唔得㗎，我唔夠好㗎，呢啲咁樣嘅話語通通記錄落嚟，然後我哋就要採取一個重構信念。我哋呢要用一啲積極嘅肯定嘅語句，例如每日都同自己講，我有無限嘅潛能，我值得擁有最好嘅生活，然後就會可以逐步咁樣打破我哋舊嘅神經回路，建立全新嘅正向信念。我哋曾經有一位學生，佢因為投資失敗，不停喺度自責，但係佢通過每一日都會寫低佢一啲正面肯定嘅語句，於是乎佢發現佢慢慢開始改善佢嘅投資失敗，甚至乎佢開始喺唔同嘅投資入邊都慢慢可以取得佢嘅成功。方法2：拆解目標，慢慢揾出改變嘅步伐。好多時候大目標呢會令到人哋卻步，唔夠膽行前㗎喎。千祈唔好諗住試圖一步登天。我哋呢要將大目標拆成小步伐，因為每一步其實都係邁向未來成功嘅重要一環。例如，你而家要改善你財務嘅狀況，你可以試下每一日讀一篇財經嘅文章，或者每一日讀幾版一啲理財嘅書籍，慢慢開始累積你嘅投資嘅知識，通過你不斷嘅小成功，然後逐步增強你嘅自信，最後再重塑翻你對自己嘅能力嘅認知。方法3：社交嘅支持，群體力量嘅加持。呢一度其實冇人係屬於孤島㗎，我哋呢可以盡量去同我哋志同道合嘅人喺埋一齊，我哋可以一齊分享心得，或者討論一下大家可以點樣一齊去改變。你亦都可以試下加入一啲線上或者線下嘅興趣班，或者係投資交流群，你哋可以互相討論，互相鼓勵。其實同朋友一齊制定一啲計劃，大家一齊監督進度，呢一個時候呢，大家嘅正能量都會係俾大家一個好好嘅動力，一齊去轉變。所以如果你都想掌控你嘅人生，你就要跳離呢一個傳統嘅劇本啦。喺我哋成長嘅過程入邊，其實我哋成日都被灌輸我哋生活嘅劇本，例如要俾我哋更加接受點樣要返學啦、結婚、生仔呢一啲平庸嘅模式。但係當你開始覺察之後，你就會發現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外在嘅規範，而真正嘅渴望同埋夢想，其實一早已經係埋藏咗喺你嘅心入邊。好多時候，你周圍嘅聲音可能係嚟自家庭、社會，甚至乎係朋友對你嘅期望，呢啲通通都可能會令到你唔夠膽追求你自己嘅夢想。就正如科學家都喺研究入邊發現，其實我哋人嘅大腦係有超乎想象嘅適應能力，只要你夠膽去試，你就可以瞬間開啟一個全新嘅潛能模式。其實適當俾自己一啲獨處嘅時間，
係有助你靜落嚟，然後內心反思，感受一下究竟你內心有啲乜嘢係覺得係真實嘅呢？其實咁樣係幫助你更加清晰咁樣意識到自己真正想要嘅係啲乜嘢。無論你選擇點樣去改變，第一步往往都係最難嘅。我哋嘅大腦因為固有嘅經歷，對嗰一啲未來啊、未知啊，都係充滿住恐懼。就好似量子物理學入邊，波粒二象性入邊已經話咗俾我哋聽，每一次我哋對付未知嘅嘗試，都可能會引發全新嘅可能性。所以如果你選擇邁出嗰一步，當然可能意味住你要冒險，但係其實呢一種冒險都係可以令到你打破舊有嘅局面，遇見更美好嘅未來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內在都存在有無限嘅潛力，問題就係你究竟夠唔夠膽打破舊有嘅現狀，喺別人對你嘅設定劇本入邊跳出嚟，成為真正嘅超級玩家。如果你而家都喺迷惘入邊，你可以試下問下自己，究竟我想要過一個點樣嘅人生呢？唔好再俾其他人去幫你設定遊戲規則。喺呢一刻，你試下勇敢咁樣拎返你嘅人生劇本，做一個真正嘅終極玩家。如果你真係相信自己有改變命運嘅能力，不如你試下由今日開始啊！你可以試下我頭先以上提供俾你3個步驟，然後你可以慢慢一步一步咁樣去畫出你人生嘅藍圖。如果你真係喺面對改變人生呢一件事上面有任何嘅困惑，歡迎你留言話俾我聽。或者可以試下點擊下面嘅連結，可以約我做一個30分鐘嘅免費諮詢。記住啊，每一次小小嘅努力，其實都係俾你通向好好未來嘅基石。